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堅啊，終於喺 YouTube 同大家見面啦。如果有記得我嘅朋友呢，幫手點個讚。先做個自我介紹，我呢係18年入行嘅，到而家做裝修已經有8個年頭啦。仲好清楚咁記得呢，服務過第一位香港業主係喺23年嘅8月份，香港城嘅業主。唔經唔覺呢，有3年幾啊。喺呢個期間識咗好多香港嘅朋友，亦幫300幾位業主完成咗裝修呢件大事。好多人講裝修係一件麻煩事，但係我始終覺得裝修係將一間平凡嘅屋苑變成家嘅過程。每次裝修完成，見到燈火着起嘅瞬間，我都會有一種好強嘅成就感。如果你喺大灣區有裝修嘅想法，無論係想了解裝修嘅風格，還是係材料嘅選擇，都可以揾我傾傾。8年裝修經驗，幫你少走彎路。下期我會同大家介紹一啲裝修現場嘅工序同埋流程，以及材料嘅用法。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